大家好。好，今日咱要来讲这本故事。这本故事嘛是尼亚米西塔子呀。尼亚米西塔子是什么？这个作者系霸王龙的作者伊今日咱要念的这个故事叫做三只腹肚枵的龙想要食鸡啊。好，这是啥物故事？顶届咱顶届嘛有讲啥物？一个故事是龙对无？甲一要食猪啊！迄时阵是讲啥物？买100只的龙想要食1只的猪啊，对无？咱今日是讲，即届要换做食鸡啊！是3只龙，3只腹肚枵的龙要食鸡啊！好，咱故事一开始，你看到即个即张图是安那？有几只龙？3只。3只龙，因伫咧创啥物？困，因伫倒位咧困咧？草薄啊。草薄啊，即丛是啥物？树啊。伫树仔骹，草薄仔顶，摕伫草薄仔顶咧困，对无？对无？好，过来，因拄咧困觉哦。即个时阵你看边啊，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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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倒位？迄声音为倒来的？伫遐。你看觅，你要看觅，有看到一个头，是啥物头？咕咕鸡头，所以即个时阵有一只咕咕鸡慢慢啊，倒倒啊行过来。来，鸡仔囝来，鸡仔囝咕一个，起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3只鸡一只有听到啊？唔系，这3只龙一只有听到哦。听到鸡仔的声音。你会记得无？这3只龙已经腹肚足枵啊，对无？所以听到鸡仔的声音。来，继续，鸡。是一只鸡呢？为虾米的声音是安尼？你也枵足久，你讲话敢有力？敢有气力？无咱即只龙嘛是共款。毋过伊看到鸡仔目睭拢安那，紧起来，即只鸡呢？其他2只嘛有听到，其他2只龙嘛有听到对无？你也看到想要食的物件的时，你看因安那。喙齿拢伸出来，吞喙咯，喙个目睭嘛白金金的，即个时阵其中一只讲，你起来啊！我强要枵死啊！无法度振动啊！无法度振动啊？为虾米？腰到拢无力啦，敢摕伫遐无法度振动啊？对无？另外一只佮甲应讲。我嘛是共款，我嘛枵到无法度振动哦。枵到无法度振动。佮第3只讲，我嘛，伊讲我嘛安那？是。我嘛是嘿呀，伊要讲我嘛是，结果是讲袂出来，无力，连是个讲袂出来。这个时阵，这只鸡仔佮继续安那，继续咧行啊。过来，你看已经行到倒位去啊？行要挖到即丛树仔去啊，对无？伊本来离树仔搁足远的，对无？即摆慢慢行，愈行愈晚，离因愈来愈近啊，对无？搁即个时阵，已经要行到树仔的后壁遐去安尼。即3只龙搁咧开讲，伊讲啥？叫你去，你就去啊！你搁家己也转来就好啊！我搁甲伊做烘烧鸡，烘烧鸡烘烧鸡用烘的呢，用烘的皮烘啊酥会芳无？会芳无？烘啊酥芳，我搁甲伊掠转来做烘烧鸡，大脆，甲食到腹肚。真好食哟！你安尼听到嘛？想要流喙烂有无？烘烧鸡食，这喙掰开，加落去，食落去，赞着无？有赞无？即个时阵，这只鸡仔干哪？继续行，咕！你看，伊边啊，这张图是画啥？画伊咧食烘烧鸡的鸡腿，这2支是鸡腿对无？你食鸡腿呢，食个遮尼啊欢喜的。好，结果咧，边啊迄只龙个甲讲啥？
我才袂呢。你去掠啦，哦，你去甲伊掠转来吼，我去甲伊摕来做煎鸡吧。哦，用煎的呢，用煎的搁愈香，对无？煎甲酥酥香香，煎的愈香呢。啊，伊讲啥？拄煎好烧。哦喂，煎鸡吧。哦，偌尔好食咧哦！听到这，你看伊诶边仔即张图啦，这是啥物？煎鸡吧，对无？哇，煎鸡吧，你嘛爱食有无？是毋是？真前阿母也捌甲你买啥物咸酥鸡有无？咸酥鸡佮煎鸡吧几块？哦，讲到阿母嘛爱流喙喏，有好食无？赞的对无？高粉落去煎，我尔赞哦，做好食的。好啊，一个要食烘烧，要做烘烧鸡，啊一个要做煎鸡吧，两个拢袂歹哦。啊，第三只龙伊个讲啥物？这个时阵先等下，先讲要讲龙进前，先看鸡仔走去倒位去啊？伊咧讲煎鸡吧的时阵，鸡仔已经行到倒位啊？树仔后壁已经看无啊呢。啊，第三只咧讲的时阵已经经过树仔后壁，来继续鸡仔来继续。哦，继续行，哦，搁继续行，哦，鸡仔继续行。哦，第三只就讲，袂啦，你去啦，你去甲伊抓转啊，那我佮甲伊做烘鸡肉签。哦，你看鸡肉剁做一块一块细细块啊，甲签起来落去烘。哦，佮抹啥物？抹迄烘肉迄酱落去，酱料甲抹落去去烘。哦，啊，这嘛赞着无？有赞无？有做烘肉签着无？吼，我尔赞，哦，够好食，够刷脆，我要食偌济就偌济。因为这烘肉签一块用细细块啊，啊，一只鸡仔做大只，所以会当做侪签的着无？是毋是？你看，规个盘拢是迄鸡肉签有看哦。哦，安尼嘛袂歹呢，而且咧食会伤方便着无？细细块一喙就一块，一喙就一块，对无？啊，这个时阵呢，因个三个开始咧讲，等下，毋对呢，啥物毋对？啥物代志毋对？啊，准讲，吼，啊嘛，龙即摆无开力啦吼，啊，所以我爱讲伊无开力的声音。等下，准讲咱今日佮甲迄只鸡仔食掉啊，啊明仔毋着搁爱摇巴肚，对呢，啊鸡仔食了了是要安那？明仔无当食，佮开始摇巴肚啊，是毋是？是毋是？那有道理呢，啊！所以伊嘛知影吼，伊嘛感觉有道理啊。啊，毋袂使顾今日明仔就无啊，对无？是毋是？明仔无当食嘛袂使哩，对无？啊，另外第三只讲，对，鸡卵，哦，鸡卵是啥生？啥物动物会生鸡卵？鸡母对无？鸡母会当生鸡卵。伊有母。鸡母才会当生鸡卵。吼啊对，鸡卵啊吼，就叫伊逐工吼，甲咱斗生鸡卵吼，来甲叫伊逐工叫伊生卵就好啊。啊生卵咱就有卵通好食。鸡卵是真好食的呢，因为想甲伊喙齿吐出来就想讲哦，哪想迄鸡卵的画面就出来啊，个要哪流喙烂你有看？这个时阵，搁伫遐想，你敢有看到作者敢有画着鸡？无呢，伊直画讲因咧想讲要食啥物的，鸡仔无甲交代讲走去倒位去，对无？好，啊，这三只继续搁讲伊的鸡卵哦。内面有高高的卵仁，蒸卵的啊，卵仁蒸个高高哦，所以半青色，蒸啊半青色对无？中央是青，无讲介色，所以卵仁会高高对无？啊，你囡仔人会当食这半青色的迄卵仁无？袂使咧，啊！你咧肠仔胃个也袂讲介好诶，内面凡是有白菌，你也食落变老屎，所以囡仔人吼嘛是爱食全部真好色诶，袂当食迄半青色诶吼。好，伊要食半青色诶，黏个高足芳，高足芳诶，搅饭偌赞诶，样样吼。啊，搁来咧，另外一只讲，毋好啦，是啥物毋好？甲你安那啪啦，啥物意思？佮甲两壳敲互破，甲两壳用破的声音，
撒一寡盐。哦，你看这是煮卵对无？是毋是？卵落去撒的，撒。卡吗？嘿，撒伊就变定啊嘛，变定了后，伊甲伊个壳甲甲掰。啊，食卡吗？哪有你有会食壳的，无会食壳的啦。你咧食壳，无连壳妈妈撒卵，互你去食壳就好，你莫食卵啊，好无？所以你看，卵撒来撒卵啊，佮撒一寡盐，一喙啊一喙，安尼一喙啊一喙，安尼足散喙啊，一喙啊一喙安尼食豆仔食。哦，安尼较好食，迄撒卵较好食，吼，撒卵较好啦，食撒卵啦，好无？食撒卵好无？你看，哪想目睭已经目睭刻咧想讲，迄撒卵偌好食的。啊，第三只讲，毋对，啊，搁甲安怎讲啊？也是吼，迄吼，阮的客家布，啊，搁整啊嫩的煎卵羹，哦，迄上好食。阿母啊，真正捌用过煎卵羹，互你食无？甲滚，啊，切一块互你食，对无？哦，迄是毋是足好食？足软啊，搁足有汁的，对无？是毋是？啊，伊是吼，搁加混一寡迄客家布的，对无？吼，哦，迄煎卵嘛袂歹呢。即三款搁一个你较想要食，煎卵煎甲高的卵仁，啊是讲撒卵，啊是讲煎这鸡卵羹，倒一款你较喜欢食？你甲我讲。我即摆讲卵呢，你是要爱倒一款的？倒一款卵你较喜欢？是煎卵的，啊卵仁煎无熟高的，啊是撒卵搁混一寡盐落去食，啊是讲吼煎鸡卵羹，啊搁混一寡客家布上来。你要倒一款的？哈？倒一款你较爱？迄个是撒卵对无？哦，我知影恁介意掰两壳对无？对啊。哦，掰两壳好耍甲好食对无？是毋是？吼，啊，而且撒卵迄两青嘛足芳的对无？白色迄叫啥物？两青。啊，内面迄叫啥物？两啥物？两仁对。好，来，即个时阵你互阿母掀，你莫掀啊，好无？好，来，即个时候，已经无看到鸡啊呢，鸡啊走去倒？鸡啊走去倒？哎呦，鸡啦，迄只鸡嘞啦，啊，咱也无去啊！哇，你哭无目屎，鸡啊走去倒啊？因咧想讲鸡卵要安煮的时阵，伊已经走甲远去啊！你张树我已经做远去啊！啊，伊遐鸡仔自头到尾拢有听到迄三只龙咧讲话对无？结果伊咧想讲啥物？我哪可能生卵啦？我是鸡公呢，鸡公较会生卵，鸡公袂生。拄只阿母甲你讲，啥物才会生卵？鸡母才会生卵，鸡公无生卵，对无？但是查甫的鸡啊，像爸爸甲妈妈谁会生囝？我是鸡，妈妈会生囝对无？我是鸡母。对啊，啊鸡母会生卵，吼鸡公袂生卵，安尼知无？哦，啊你看这三只龙，真正是斑蛋对无？是毋是做斑蛋的？啊，斑蛋还是扁蛋拢会使。哦，扁蛋敢若会晓用头壳收尔，无真正安那，无真正去做对无？敢若一直用头脑想，结果连叮当都无叮当对无？是毋是？我也袂生卵啊！嘿，袂生。鸡母才会生卵，我是鸡公。好啦，妹妹，咱已经讲到后壁，你搁讲头前。我问你哦，这三只，甲你教啥物代志？做代志吼，毋是干那想个好啊，爱干安那？紧去做啊，无机会走去就无啊，对无？是毋是？是毋是？像你之前拢甲阿母讲啥？妈妈，你搁互我一摆机会。像安尼，鸡仔就是机会，鸡仔走去，哪有搁可能转来互你掠互你食？是毋是？所以机会走去，就袂搁转来哦。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讲吼。机会也来，吼，个爱紧去做，毋是干那一直去想吼，机会走去，个拢老输啦，个拢无啊，要食个无，连鸡卵个无啊，搁要食鸡肉咧，是毋是？安尼知无？
所以连讲吼，阿母也会讲吼，啥物代志爱做，紧去做，毋无讲过一届机会啊，无哦。世界上无遐侪机会互你哦，知无？你也迄只鸡啊，你敢有可能搁走转去互伊一届机会？不会啊！走转就叫食去啊，搁有伊一届机会，是毋是？安尼知影吼？知影无？知影好，啊，咱今日的故事就讲到遮，啊，有啥物代志要甲大家讲？订阅小铃铛哦，咱到小铃铛我搁毋知呢，那我毋知有寄玲珑啊无？好，甲大家讲再见。有介意爱起赞哦，哈。好，甲大家再见。